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7月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7篇，以赛亚书51章第1节到第3节，马太福音11章20节到2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园。小时候常常听大人开玩笑的说：“哎呦，你就是那个石头蹦出来的哈。”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我们也知道人都是从父母而生的，但是以赛亚书51章第1节到第3节却是这样在形容以色列人的出生。台语圣经的翻译成石头，翻译成石穴，就是石洞，在表达人们的困境，从困境当中所领受的恩典。因为经文将石头跟亚伯拉罕还有撒拉放在一起，这在表达撒拉那种不能生育的困境，上帝却让他从荒芜到有如伊甸园一样的茂盛。以赛亚的经文这样说到：上主说，希望蒙救援寻求我帮助的人啊，你们都要听我的话，想一想你们的源头，想一想你们的背景，想一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，想一想生育你们的撒拉。当我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儿子，但是我赐福给他，使他有了无数的子孙。我要对耶路撒冷施怜悯，要安慰住在那废墟上的人。我要使荒芜的土地像伊甸园，我要使废墟成为上主的花园。那里必有喜乐，有欢欣，有赞美感谢的歌声。这样的恩典是赐给那些追求上帝公义、寻求上帝帮助的人们。但是有些人却自以为是上帝的选民，然后无论怎么样就一定能够得到上帝的恩福。事实上却不是如此的哈。耶稣基督他多次的提醒选民们以及跟随他的人们，如果不寻求上帝的救恩，不愿意认罪悔改，那么那一些外邦的人们可能就能够得到更大的恩典和救恩，比他们要更多。马太福音11章20节到24节记载了耶稣基督对那些自认为得救的人之提醒还有警告。那时耶稣谴责曾经看见他行过许多神迹的城市，因为那些地方的人没有悔改。他说：哥拉汛啊，你要遭殃了；伯赛大，你要遭殃了。我在你们当中行过的神迹，要是行在泰尔和西顿，那里的人早就披麻蒙灰，表示他们已经弃邪归正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在审判的日子，泰尔和西顿所遭受的惩罚，比你们所受的还要轻了。至于你，迦百农啊，你要把自己捧上天吗？你会给摔进地狱去。我在你们那里行过的神迹，要是行在所多玛，他今天一定还存在着。我再告诉你们，在审判的日子，所多玛所遭受的惩罚，比你们所受的还要轻了。诗篇47篇，万民啊，要鼓掌欢呼，要高声歌唱，颂赞上帝，要敬畏至高的上主。他是大君王，统治全世界，他使我们征服万民，他使我们统治万国。他为我们选定了居住的土地，作为他所爱子民可夸耀的产业。上帝在欢呼声中登上宝座，上主在号角齐鸣中升上王位。
来吧，我们来歌颂上帝，来吧，来歌颂我们的君王。上帝是全地的王，我们要用诗歌颂赞他。上帝坐在神圣的宝座上，他做王统治万国，列国的领袖集合，跟亚伯拉罕的上帝的子民处在一处。所有战士的盾牌都属上帝，唯有他在万有之上。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得救。求主帮助我们专心的追求，诚心悔改，使我们能够从困境当中得救，如同上帝的果园一样，能够茂盛繁荣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